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因主的喜乐是我，他医治破碎心，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因主的喜乐，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再一遍来宣告说，因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感谢主赐给我们喜乐，就是最好的良药。我们要一起来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伪善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我们要一起来赞美这位神是掌管万有是全能的上帝。他愿意神亲近，他也愿意亲近人那赐福人有他的怜悯，有他的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就有多高、多远、多宽。我们恳求神来赦免我们的过错、过犯邀请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赦免。所以弟兄姐妹，开你的口开你的口来赞美、来感恩也求主来赦免有意无意的过犯。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你的恩典够用，赞美你的慈爱信实来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在世代变化的过程当中，你的慈爱依然不改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感谢、敬拜、赞美。主，你就将那后世美物的这样的恩典赏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信实、公义的神，你必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也看见你的赐福。主，我们也知道在世上有劳苦，有重担苦难，是不是成为我们绊脚石，拦阻我们领受神恩典的障碍呢？求主来挪去我们心中，或者是我们有意无意的过犯。愿你赐福，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谢谢主，让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当我们开口祈求的时候，愿你的恩典从天降临，也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应对我们人生所经过、所面对的苦难。愿你赐福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供应、医治，他的丰盛我们要来宣告耶和华是谁的？是我的吗？还是你的？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诗人一直在宣告说，这位耶和华上帝使无变有、掌管万有的神是他的力量，他的岩石，他的山寨，
可以让他投靠，可以成为抵挡困境或者是这些攻击的盾牌，是拯救他的脚，是能够使他抬起头了。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供应向他祈求，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来透过身心灵的这个需求来向神来呼求那邀请主在你的生命当中，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来掌权将你的忧虑来卸给他。礼拜五我们的社区的鼓班我带他们做一些的分享就是吊冰块用一根线，然后让他们吊冰块，可不可以吊起来？当然不可以吊起来。最后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盐巴。盐巴把它放上去的时候，就会凝结，然后呢冰块，他们很喜乐，就哇吊起来了那就教他们怎么祷告。上次带他们做决志祷告之后有一个姐妹她就起来分享，这个慕道朋友起来分享说她钱包掉了，都找不到。她想起在鼓班的时候教他们怎么跟上帝赖一下这样所以她就祷告可能他们不是很会祷告，但是她祷告让她的钱包可以找到就隔天就她说在一个河市就找到了所以他出来分享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学习，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之后，开启了他们跟上帝之间的连线。所以我有教人讲心事啥人知了就是心事将你的心事告诉这位神所以透过这样的祷告祈求，他自己去经历，不然他觉得说要办那一些证件非常的麻烦，所以他就向上帝来求，让他可以找得到就在很隐秘的地方，就是让他找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好不好？如果你在身心灵这几方面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祈求，为你来祷告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让我们的牧长为你来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神的宝座面前。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身心灵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病痛的时候那种痛苦。主啊，唯有你知道我们的全人哪里需要神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安慰跟你的医治。愿你赐福掌管在我们当中，愿你来成就让我们心里所想的能够按照神你的意念、神你的慈爱来供应。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的祈求得着你的回应。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宣告你是供应万有，你是掌管万有一切幸福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向你来祈求、感谢跟赞美。我们祈求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身体当中，在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主，我们知道在这些的创伤或者是失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主你的安慰、你的陪伴，我们需要神你的供应、你的赐福，让我们在失去的过程当中知道赏赐收取都是在神你的主权，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慈爱，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敬畏，让你所要后世给我们的美物就临到在我们当中，让你所要给我们的健壮让我们能够经历那种医治。愿你来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今天天气变冷，突然降了大概10度我们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些年长者来祷告来祝福那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当我们呼求，当我们的亲近他的日子，他就应允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特别是为我们的牧长、同工、长子团队来祷告，来祝福。我们透过神的供应，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安慰弟兄姐妹昨天跟同工到院里去参加一个姐妹她妈妈的告别礼拜那妈妈有机会能够在过去6年当中信主本来是没有信主，但是我相信因着这位姐妹常常为亲人祷告那她妈妈在病痛当中能够接受耶稣成为她生命的主那感谢神在人生这劳苦重担当中，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他能够安返天家。所以我们的代祷是很有祝福的那恳求主透过你的守望代祷，让牧师传讲信息的这牧者团队传讲信息师更有能力来知道透过我们传讲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苦难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为了我们有培训的青年筹备会还有我们今天不知道外面的有没有下雨了如果没有下雨，就会有医疗咨询，还有长执会等等这一些那我们也为了手中团4月期我们会有亲子的礼拜，真是亲子礼拜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为了我们灵命更新的团队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有禁食祷告，就是受难周要开始了那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整个体验耶稣为我们受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用祷告来亲近他。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守望，我们成为一个代祷守望的人。神会透过你的祷告能力来祝福更多人，特别是还有未信的亲人，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使我们能够亲近你；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领受救恩；因着你的同在，使我们更知道如何来分享神你的福音。愿你来赐福，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乱世的当中，依然存在神你的保护看顾。愿你赐福，谢谢主，谢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一起召聚我们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主你的话语说，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让你的施恩座就设立在这里；透过我们呼求，让你的恩典就从天降临。让我们在祷告祈求过程当中，看见神你的慈爱彰显，你的能力彰显。谢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因为你必垂听我每个呼求。弟兄姊妹，我们持续站立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求神赐给我们一个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在不管遇到困难，还是在疑惑当中，能够有主的带领，有主的应许。一起来拍手。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
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敲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祷告全部交托给主，哈利路亚。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并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困难之中仍然赞美，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在主你的名里面。谢主，哈利路亚 Amen。弟兄姊妹，请坐。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在困难当中，在疑惑当中，都仍然可以依靠主你。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在被攻击的时候，仍然记得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将一切交托给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所依靠的。哈利路亚，谢主。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再次向神来宣告。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知道祷告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祷告，向主你来诉说，甚至我们可以用主啊救我，就可以成为一个祷告。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祷告。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啊，你撒下祷告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去让我们的软弱得以刚强。好吧，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的软弱向神来祷告，向神来诉说。等一下在唱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祷告，你可以选择唱歌。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将一切交托给主。水浇灌心灵的深处，将你的心打开，向神来诉说。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
因你信实，因你垂听，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信实，你必因你信实，因你信实，你必垂听。再一次，因你信实，你必垂听。向神来宣告每个呼求。主因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垂听每一个呼求。你应许我们2人以上同心合意的祷告，你要应许。主，谢谢你设立这祷告的蒙福管道，让我们随时，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都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来经历神你的同在，你的供应。主，谢谢你，就是在我们面对重担苦难的时候，你依然没有放弃，你依然等候我们。谢谢主，每一次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每一次的祷告，我们真的希望神你来垂听，垂听我们的呼求，在垂听过后，应许我们的呼求。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我们想要，而是真正看见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主，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借着真理使我们能够身心灵得着自由。我们一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哦？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来，我控制我们今年度要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的时间是在5月7号。那如果要受洗报名的，从4月20到就是报名到4月23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今天中午1点的时候会在401召开第409次的长执会，若无法参加的这些长子同工要向我来请假。我们下个礼拜是清明追思的礼拜，如果要追思还没有填写追思卡的请我们到楼下来填写在公布栏来登记。我们收件到今天为止那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会预备这些的面板来呈现我们要思念的纪念的这一些的亲人。我们可以看6到7页的这些的名单。那在后疫情时代来临我们真的要不断的改变那需要有更多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做会友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服侍者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接待弟兄姐妹，招待的工作重不重要？重要。为什么？第一关，如果看到你是7点25分扣贵宾的对吧？人家进来这间教会是有多苦啊，你知道吗？如果一进来看到你是很喜乐的那个10点10分是捧歌名的你就要觉得这个教会真的很棒是因为第一关所以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我们每一个人至少要有服事那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要透过你来施恩，所以因你得福我们可以向翠文长老或是钟义长老来报名。我们今天如果外面没有下，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是图书馆的医疗咨询我们同工我们在祷告
当中为我们的尤医师，还有邱元医师，还有我们的健康咨询团队这些志工队来祝福，为他们来代祷。他们在第一线的服事的时候，需要你的祷告来支持他们。我们的这个是，这个4月9号是什么节呀？复活节哦，复活节哦。那虽然那个复活节前面那个是什么周？有连假，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尽量保持低调，好吗？不要那个那到处玩，然后又 po 在 FB， 你看我在连假玩得多么爽快，这样受难周那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日子那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儿童牧区有这个鸡蛋糕因为现在鸡蛋是怎样缺所以我们用鸡蛋糕什么是奇幻冒险带孩子来就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当然稍微知道了那我们会有到时候可能1楼会充满很香的香味这样那4月起，我们的阿卡贝的主日聚会地点的调整儿童阿卡贝会在7楼的礼拜堂，那亲子阿卡贝会在601的教室这个时间请大家来看。那我们4月2号到4月8号为受难节期一同来祷告那就是为2023年我们新堂启用能够激励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那愿圣灵来大大浇灌，让人借着祷告、读经，经历灵命的更新改变那我们在外面有贴一个这个受难周时候的禁食祷告表还记得我们刚读过以斯帖吗？以斯帖记他要去见王的时候，就叫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做什么？禁食了我们知道背后就是要祷告了那禁食有好多的好处，如果你有很多这些重大的需要向神来祈求，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那家人好声音如果你喜欢让你的声音更棒我们的这个家人好声音团队老师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看到这些的得福的，或者是这些弟兄姐妹、年轻人他们的声音越来越棒所以我们可以来报名。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4月1号这是真的下午2点半下午2点半会在本会举行这个李维杰弟兄就是介成长老的儿子，还有张平姐妹，我们田处于长老的女儿这一对属于内销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愿上帝透过这个结婚礼拜来祝福这对新人成立新的家庭。那牧师在昨天我们有去苑里参加梁丽梦姐妹这母亲郑莹姐妹的这个告别礼拜享受91岁愿主来赐福让我们继续为这一些的家族那这些家族还有好多没有信主的，我们特别是为丽梦姐妹透过她的分享可以带领她妈妈来信主她妈妈也参加了邻居的告别礼拜完之后这个方式很不错，所以开始就对福音有这样的一个渴慕那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求神来安慰，特别也安慰我们的秀恩姐妹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也是别世了那享受99岁愿主也这算高寿了愿主来安慰遗族失去亲人的哀伤我们为他们来祝福。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约伯记1章12节再一次，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约伯记1章12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我们就去经历吧。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麻烦同工空调开一下哦。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的名。世界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是这么样的高深莫测。但我们深信，我们都是你重价赎回的儿女。今天我们能站立在这里，都是主你的恩典。愿我们都可以像约伯一样，不止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来荣耀主你的名。现在我们奉献时间、才能、金钱为你所用，求主你悦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你用，特别是在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亲人，我们要一起来经历，透过我们进入到约伯记，约伯记。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我们要看约伯记的第1章1到12节。那我鼓励大家特别是每一天我们按照迦南之声迦南之声的进度那我们一直在看，又回头来看细细的看。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牧师本来很不习惯，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速读完之后，又回来在精读的过程当中，又透过牧者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对每卷的圣经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会。如果你正在苦难的当中，好好的看这段的经文或者是说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一直到后面我们有看见神怎么样在这当中来掌权。好，我们预备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第一，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住在乌斯地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上帝，不做任何坏事。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拥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1000头牛，500匹驴。此外，他有成群的仆人，在东方人当中，他算是首富的了。约伯的儿子们经常轮流在自己家里宴客，也常邀请他们的3个姐妹一起吃喝。每逢欢宴的日期过了，约伯就一早起来，为每一个儿女献上烧化祭。行洁净的礼仪，他经常这样做，因为他想他的儿女们也许会在无意中侮慢得罪上帝。有一天，天上的神子们侍立在上主面前，撒旦也在他们当中。上主问撒旦：“你到哪里去了？”撒旦回答：“我漫游地上，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上主问：“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撒旦回答：“要不是有利可图，约伯还敬畏你吗？”对不起。你时常保护他，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你赐福给他，使他事事顺利。他的牲畜漫山遍野，不可胜数。现在你若把他所有的都拿走，看他不当面咒骂你。上主对撒旦说：“好吧，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你手中，由你摆布，只是不许你加害他本身。”于是撒旦从上主面前退出。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做读者的知道前因后果，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经历过很多这些的苦难或是意外的冲击吗？不用举手，我知道大家一定都会有，因为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苦难，但是在我有平安哦。所以苦难是陪伴在我们身旁，不管你是在顺境在逆境。我们看到这个首富我们看到他刚才你有没有细数他的财产？还记得吗？读了就忘了，对不对？他有什么？7000只，还有呢，3000只骆驼，还有多少？好，自己会去看。好，反正就是财产很多了那我们等一下来细数他的财产神怎么样供应但是在一天之间就化为乌有。我们是否在面临苦难来临的时候，然后你会问：为什么是我？上帝，你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病痛找上我？为什么这个经济的打击临到我？可能有很多为什么。明明是我有在奉献或者是服侍，却在这条路走得很辛苦。我们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好像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带我们到尽头时，
正是要显出他极大能力的时候。这是可能到后来我们才会体会。如果在当下他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呢，这个苦难就是什么什么祝福，他听不下去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是化妆的祝福？祝福就好，为什么要化妆？你要经过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了，对不对？哦，你不要告诉我要经过之后才能够明白，我现在可不可以明白？其实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查尔斯施布真他很重要的名言，就好像我们在说哈，当上帝的关了什么一扇门，为我们开什么，那都是在后面，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当下，我不知道在当下现在你正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困境，我不晓得，但神知道哦，有的我晓得啦。哦，我知道，可能弟兄姐妹，你正经历了这些的可能听来癌症，哇，癌症一听癌就哎呀，就让你心惊胆跳，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我就问他说：我们来看约伯，在约伯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有没有比他更凄惨？有时候弟兄姐妹就无话可说。那这一句话出于这个施布真他所说的其实是在1856年的时候，因为他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教会聚会的地点比较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会友所以他们就在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就是可以坐大概2000人那在这个第一次的聚会当中，他们都非常的期待，在这个音乐厅当中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赞美那忽然就是有外面人就喊说：“失火了，失火了火烧厝啊！”所以你一听到说有火烧厝，你第一个反应是怎样？逃啊！2000人要一起逃，你就想象，就好像过去那个韩国梨泰院的那个事件，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是怎样，拥挤踩踏，结果造成7个人死亡，30个人重伤。这件事情呢，第一次这样的一个聚会，好像献堂这样要在那边聚会所以我们在献堂的时候，同工就特别因为有梨泰院的那个事件，所以我们就更小心，你知道吗？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在第一次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就是有人恶作剧其实没有失火，是有人在恶作剧喊失火了，所以众人听到就这样，就害怕了，就赶快往外冲，所以就有这样踩踏的事件，所以造成7人死亡，30人的重伤他没有办法理解第一次的聚会不是应该是经历神这样的一个同在所带来的这样的恩膏，这样的神荣耀充满的聚会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有人就问为什么，但有人就开始把这些的责任、灾难就推在什么牧师的身上。所以他3个多礼拜，他没有办法站讲台，他没有办法到教会。甚至他想说：“我就此就不服侍了。”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太太也陪伴着他。所以那一段黑暗的日子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神不是要让我经历你的奇妙作为吗？经历你的荣耀同在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看到他的弟兄姐妹因为踩踏事件失掉了生命，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都知道这个施布真他是一个讲道王子他是很会讲道的但是竟然在那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讲道了，讲不下去最后，他确实再次站立起来，故事很长有机会你们去看这些的报道
但是他的太太就鼓励他，然后也重新站立起来，他再次回到讲台，然后为什么会有这场意外的发生？施伯珍这样回答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回答，一起来读来。意外无关乎真理，上帝若没有解释，我就默然不语。弟兄姐妹，很多没有答案的，到你见上帝的时候，你再问他好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过不去，我们就一直在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上帝你容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我们看约伯记，我们才知道为什么约伯会碰到这样的苦难。也透过我在周五带这些德福的领袖小组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说，圣经常常圣诗就提醒我们说，圣经好像一面什么，就行一面镜子然后看哪里脏了，哪里怎样，哪里有痘痘，这样痘痘长出来就是让我们在看原来有这些的事情，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那我们来细查我们自己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是因为我呢，还是撒旦无聊，在地面上乱蛇刚好看到我？所以在一天之内，我们看到约伯。刚才我们细数了他的财产，一天之内，这些财产，包括他几个儿女、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加起来呢10个。在一天，在一场的聚会当中，在一个意外，在一个天灾，把他所有的从一无所缺到什么一无所有，有了还剩下他的太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透过这段的经文，在描述一个信仰从高峰到低谷，在冲击他，从所拥有的，我想我们当中都有一些经历。我原本拥有的，但是因为一个事件，因为一个经济的问题，所以把我们所过去所打拼的、所拥有的，就一夕之间就没有了，有没有？我们去淡江教会就那个庄牧师就有一天就他爸爸就告诉他告诉他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以后就靠你了。他几岁10岁吗？10岁，告诉他以后就靠你了。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像约伯一样，你会怎样？或者是你正经历约伯他的一些其中的一种的苦难，你会怎样？所以，我们从头看到尾，我们看到在过程当中，要让我们学习什么，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思考。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有3个重点，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到上帝的主权，他拥有的主权。第二个是他的公义，其中有一个争议，就是说一直在争上帝你公不公义啊？我都没有犯罪，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本来他敬畏上帝嘛，对不对？但是在过程当中开始，这个3个朋友本来很棒很好，对不对？陪他都不讲话7天7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吗？我们在反省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在反省我们做关怀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对不对？这3个朋友要给他拍拍手，对不对？但是后面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就造成很多这些的麻烦，开始就对信仰对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敬虔有这些质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这个约伯记在提醒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公义，还有上帝的智慧。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相信说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智慧，有神的作为嘛？或者是我们不明白、不理解，我们可能
好像这3位朋友一样，你就是安怎，你就是安怎，你就是因为有不好，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些的苦难，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当意外，当这些苦难来闯空门的时候，就是闯空门就是什么？你还没有预备好，你还没有预备好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事件，这个苦难这个冲击就突然来临的时候，你会怎样？所以很多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一个试炼来临到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场试验的临到是什么原因吗？知道？知不知道？2个人在打赌，关我何事？你会不会这样讲？为什么不找黄牧师？他信心比较。为什么不找游牧师？找刘牧师有找到了哈。其他呢？为什么长老至少你去找这些比较好的信仰比较好的嘛，好不好？凯恩长老在那边这些长老好不好？先从牧长开始我告诉你这个苦难没有长眼睛的啦，他不会先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原来这是一场赌注我哪让你衰，被拣选到。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也干嘛？我哪让你衰见不安生菜龟各会生菜龟各袂歹，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为什么？原来我们看圣经才知道说，上帝在一场聚会当中，撒旦也来，然后上帝就怎样？他刚开始就是称赞这个约伯他是很敬畏我的，他的心很棒，很棒，很棒。他这样讲引起什么撒旦？你知道撒旦就是什么意思敌对者他是一个控告的。彼得前书5章第8节提醒我们说，他在遍地游行，要找寻什么？可吞吃的啦。所以我们都是他的食物，你知道吗？他就在寻找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保护？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上帝的面前控告约伯说：“你说他的敬畏吗？我觉得是假的。你说他很爱你吗？我觉得他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把他保护得太好，你是给那么多的财产给他，对不对？”问你的旁边说：“你财产多吗？”如果你拥有天父同在，你就是财产最多的人。阿们吗？因为这些外在有一天都会失去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很无奈的，就因为你们2位这样的老兄这样的赌注，关我何事？你会不会这样？约伯他很无奈，但是在这场赌注当中，神就允许说这个苦难、这个试验临到约伯的身上。原来我们这样记得了。如果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第一种可能就是什么？不是啦，我们还没讲到那边。第一种的反应就是说，原来我的信心还不错，对不对？所以上帝容许什么？撒旦来试验你 ，OK， 可以吗？所以检验一下，是我的信心敬畏上帝吗？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像他的朋友所说的，是因为你的罪，所以你今天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至少我们目前我们可以从这2样来检验我们自己。看看这个苦难是因为我自己造成的，是因为我自己的罪造成的，或者是说像第一种，就是因为上帝上帝老大，你跟你的你的罗罗在那边做一场赌注，然后就选到我，乐透就选到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给约伯，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要证明说你是有信心的，撒旦你不可以质疑
我相信他，我相信这位，我相信他对我的信靠，即使是在患难苦难当中，也不能够击倒他。而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好给约伯有一个什么自己证明他清白、他敬畏、他是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但是可能如果是我，可能是你的时候，我说上帝可不可以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好吗？这个很痛呢，很苦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刚才我们念过了，撒旦回答耶和华说其没有原因吗？他这样敬畏你哦。好，所以上帝就回应说，除了他的性命之外，你其他都可以试。但是不只是一次哦，我们大概今天会提到1章2章了哦，因为下次就跳到大概第8章了哦。那鼓励大家，因为我们这次我希望把那个苦难缩短一点，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会比较短一点，好不好？就大概5次这样哦。那盼望说，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在读或是听的过程当中，跟你在体验说你正在经历这些的苦痛，因为有时候听接到电话了，牧师啊，你知道我怎样，我的亲人怎样。他们正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回答。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吧。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神帮助我们想办法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的事件的冲击所带来的这一些的伤害。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一开始就他敬畏他怎样，但是随后就有这样的考验什么？一个事件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冲击到什么？第一次的试验就是从他的外在，你知道，从他的外在这一些的财产开始嘛，对不对？从外在一直到内在，你知道吗？好，从外在的2次天灾、2次人祸，造成了他所有的财产，还有呢，他的儿女7个儿子、3个女儿。在一场欢宴当中，难怪你知道他要常常在献祭、在祷告当中，为他的儿女来怎么样，来守护、来祷告，对不对？让他们在尽情欢乐当中不犯罪、不得罪上帝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祷告哦。所以在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当中你看到透过天灾、透过人祸，造成了他所有的财产，还有他的儿女们都丧失了。所以在整个风暴的过程当中，就你看这个接二连三的噩耗临到他，有一个人来报信，还没有讲完，另外一个人就来报信说这些原本怎样，然后失去了，然后现在只有剩下我一个人，我来跟你通风报信。在这样的接踵而来的过程当中，冲击了他的外在所有财产，还有内在白发人怎样送黑发人那一种怎么样悲痛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他理头发在那边俯伏，但是还有加上敬拜，他不是只有在那边呼求哭求那第二次我们看到，第2章的时候，撒旦还不罢手。他还说：“哎呀，这些都还不够，那我针对他，因为这个都是其他的人嘛，财产外在的，然后儿女呢，不是他本身，所以就允许，好不好？允许我来伤害他的身体，但是我记得你告诉我不要伤害他的性命，我知道就这样。所以第2次的伤害针对约伯，使他怎样？使他怎样？身体怎样？长毒疮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毒疮很难过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来。撒旦从上主面前退去，开始打击约伯，使他从头到脚长了毒疮。这个毒疮就是让他身体真的很难受，所以他就用那个瓦片现在告诉年轻人说什么瓦片，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我的老家上面还是有这个瓦片哦，就是用那个瓦片在敲啊，很难过啊。如果你身上有长这些的疮的时候，就会痒到你受不了，或是痛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二次的考验是针对他的就是1、2次的考验，要针对他的身心，然后灵里面这样的一个冲击哦。就是我在难过，然后他剩下他的太太，可能刚开始会陪伴他，但是到最后呢，你知道吗？冲击到，然后骂他。然后我们来看说他的太太跟他讲什么，一起来念来。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哦，本来不想要死，给他讲这个做，可能会这样，因为你最亲近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有时候会你这个女人是怎样怎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站在你曾经失去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生了10个，然后10个怎样都失去了，你会不会伤心？那我信你还干嘛？会，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但是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责难这个约伯的太太，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同理到？我生10个心头肉都这样失去，会不会？那到底我所信的是怎样？有时候确实我们会面对这样一个信仰哦，一而再再而三接踵而来的这样的苦难，我一开始只有上帝，你公平吗？你公义吗？这个就是后面他跟朋友一直在讨论的这个事情哦。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因为他太太一句话。考验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你还对他忠诚吗？你还时时的这样的忠心的敬畏他吗？这提醒我们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没有亲人这样你拄到安尼，你搁咧信上帝吗？会不会？还不止这样哦！你怎样骂一骂上帝你死也好啊！哇，听到这样你会不会更伤心呢？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苦难来临的时候，跟对照我们现在有可能我们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亲人不理解我们的信仰，然后就落井下石，然后就像他的太太一样，你死也好啊，你无要骂上帝，就是这样，很真实的哦。但是我们从约伯的这一些开始，在他的信仰当中，一开始上帝就告诉撒旦说什么？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完全正直，是一个敬畏的人，对不对？因为这个完全正直，或是他的敬畏，使他能够在面对苦难的过程当中。上帝信任他，所以他才答应什么？他才答应谋给撒旦有这样的一个试验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你知道我的信心还不错，那你应该从这样苦中还是有乐，对不对？原来上帝看重，原来上帝都在查看我们，你知道吗？原来上帝都在查看，但是另外撒旦也都在怎样查看我们，对不对？一直地面上安怎？乱蛇，你知不？所以他也正在看着你，看你的信心。你会说还好，我的信心没有那么好，所以没有找上我，会不会这样？不要这样好吗？对吧？但是可能他是那个特选呢，天选之人吗？我们都希望不要找上我嘛。但是我们来看，先从约伯的身上他完全的正直，然后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然后他还成为一个代祷者。他献祭的时候，他就常常为他的儿女们祷告。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吗？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因为神给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即使当我们面临患难困苦的时候，神还是护卫着我们，保守我们的性命。到后面我们看到整个完结篇的时候，我们有看到神的主权，神的赐福。你像约伯一样吗？远离恶事吗？思想、情感、意志都是很正直吗？
如果没有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因为他这个敬畏，所以上帝允许，所以上帝怎么样认证的。第二个，在苦难当中敬拜上帝，在苦难当中你还可以敬拜，还可以承认上帝的主权吗？很经典的一句话，一起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通常就是哎呀，告别礼拜的时候，安慰的时候，对不对？我记得我过去有一个会友哦，他的儿子在当兵的时候，结果被卡车撞了，你就知道那个那个面目全非这样哦，很难过哦，他没有办法去承受。年轻人20-20岁当兵哦，然后碰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吗？你可以接受吗？当下我想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可能我们就是学习约伯3个朋友静静的陪伴。如果上帝没有解释，就好像是不是我就默然不语。有时候讲太多话，反而怎样？他本来不想离开上帝，还有一丝的信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就离开了，就从此不相信了。在一连串的灾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约伯失去了他的所有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健康，可能也失去了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礼拜五这些年长者在讨论说，约伯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口气，你有够公啦，你安怎？还是他是温柔劝诫，我们不晓得。但是在这边，他仍然在苦难当中敬拜，说上帝的主权。有谁出生是有带东西来的？有没有？在场的有没有？李红呀，你有没有在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带着画笔，带着相机？当然我会照相，最近要去照鸟。所以在这边，我们承认我们只有是一个管理者，对不对？神给这些东西给我们管理，不是拥有者，主权在上帝啊。所以当你失去的时候，夫妇啊，我们弟兄姐妹不要为了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讨论啊，为了一个物件拍歹恁的关系，值得吗？有时候我们为了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盘子，很心爱的盘子，然后就开始骂对方，有没有这个情形出现？有吗？然后你就会说，到底是这个重要还是我重要？下次试看看哈，好吧？但是不要故意去摔盘子，好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即使是我们生命碰到最糟糕的时候，我们仍然信靠上帝吗？约伯记是一个镜子在提醒我们，对不对？这件事情可能使我信心跌倒吗？这重大的事情，失去了性命，失去了我挚爱的性命，冲击到我的信仰吗？所以承认上帝的主权，还有在讨论到上帝的公义这件事情继续的在考验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哦。约伯他暂时通过了这一些的过程哦，然后他最亲爱的人也这样的骂他，然后要他去骂上帝，然后要他去死，多难过！但是他依然能够在苦难当中继续来敬拜。刚才我们看到他太太提醒最后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说：“你还对上帝忠诚吗？”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对上帝继续的敬畏，或者是对上帝继续的忠诚吗？我们一起来读来。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你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约伯回答：“你这个女人简直胡说！
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就埋怨吗？虽然约伯遭受种种痛苦，他仍然不开口。牧会很真实哦，碰到了千百种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他们就像约伯一样，有一些就是开始骂上帝。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就是默然不语陪伴，等他恢复理智的时候，我们再跟他谈信仰、谈道理。但是在当下真的很难，你把他的心头肉，把他的挚爱，把他拿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什么。但真的需要有神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安慰？刚开始学习这3位朋友真的很棒，陪他7天7夜，我们能吗？但是后面我们就不予评论。但是其实在对话当中，让我们思考，这段话里面提醒说，我们在得福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对不对？那一个灾难来临哦，我们还要去咒骂上帝吗？这些都是上帝的主权。如果我们能明白最好，不明白我们就会像约伯的太太一样。这段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信心有可能就像约伯一样，可能没有他那么严重了，但是其中可能够我们受的了。那这一些来临的时候，你可以承受得了吗？这是一面镜子，在提醒我们，当苦难来临的时候，真实在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还会这样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靠吗？在台湾国际基督教会聚会的这个傅岐山姐妹，她的女儿在1岁的时候就患了血癌，1岁的孩子就面对化疗，面对这些疗程。还不止于这样哦。当他的女儿治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他得了卵巢癌。听说卵巢癌一听就是好像末期了，还好他后来检查是第1期，后来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在没有多久，由他的先生发现肺腺癌，哇，就有点像约伯记所描述的，很难啊。他可能会跟上帝有这样的 argue， 这样的一个争论，但是后来他还是信靠神，帮助他。他在想说，如果癌症离开了人世，然后我的幼小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先生怎么办？所以在面对这样有人为他祷告，然后他信心去经历，在最痛苦、最没有盼望的时候，神帮助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继续来敬拜，来站立起来。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短短的，如果要详细了解，你可以看基督教今日报对他的一些的报道。各位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好，我叫傅岐山，在台湾国际基督教会的姐妹，有2个小孩。大女儿呢，在2017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是白血病。这段过程我们治疗了将近3年。知道女儿生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挑战，真正感觉到心脏在痛的那种难受，没有盼望，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因为太恐惧了，太害怕了，神不再爱你了，神也不再眷顾你了，非常无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段经文不断的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虽然非常微小的事，可是就好像放在心里面的种子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去回想
也是如此。其实神在我软弱、难过、痛苦的时候，神也依旧都在。那也很感谢神，真的带领我们走过许多的不容易的处境，经历挑战的时候是孤单的，就像耶稣一样，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与耶稣一起受苦。而这些事过后，我相信你所得到的会远远比现在想到的更多。很想对你们说，神都晓得，他还在掌权着，他知道你的难过、你的痛，但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他的爱也不会停止。很想用一段彼得前书的经文彼此鼓励，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样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感谢您的订阅和鼓励，我们才能持续做出上帝的话来帮助他，能够在真实的面对一连串的苦难的时候，他还能够讲这个话语，很不容易。弟兄姐妹，你是在像约伯的太太一样，就是咒骂上帝，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抒发你的情感，上帝容许，但是依然回到我们看到，在相信上帝的主权，就好像刚才这个姐妹一样，她自己经历，在她的孩子，在她的身上，在她的先生的身上，更不容易。所以上帝的话语就告诉她：不要怕，不要怕，我已胜过了什么？这世界。神一直在掌权，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的信心可以学习像约伯1/10、2/10。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相信神的主权跟他的智慧，所以我让顺服神的带领，在我们生命当中，即使是在患难他是在试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你依然还能够接受，还能够顺服吗？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是可以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
的神。再一次来，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弟兄姐妹，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是外在的这些可能财务上的吗？是关系上的吗？是身体上的吗？是心灵上的吗？神没有远离你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嘛？就好像他3个朋友。你就是因为怎样，或者是今天我们从这里看到，原来是一场信心的考验。我们知道，求神来帮助我们哦，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来依靠他。在你所面对这件事情，神啊，如果是我的原因，求你赦免，帮助我回转，然后帮助我远避这一些的灾难。如果是这个试验，主啊，你可以向神说轻一点好吗？让我可以承受好吗？但是不要撇弃我，不要放弃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苦难来闯空门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很难，很难过，很痛。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的主权，你赐下够用的恩典，即使是失去，我们能够像约伯说，赏赐的是在耶和华，收取的是在耶和华。可以这样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我们真的开始要埋怨。我们看到很多诗人也是这样，但是最终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最终在神你的主权里面，我们相信神你的智慧，神你的公义。愿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可不可以将这苦杯挪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好像跳到约伯的这些结局一样。但是神都是在你的掌管，在你的主权。但是我们真的很期盼，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我们的试验，能够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胜过这些的苦难，胜过这些的试验。谢谢主，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敬畏你吗？我们有远离恶事吗？我们有完全正直吗？若没有，恳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敬畏你。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慈爱，好像盾牌一样护卫着我们，可以面对这苦难来临的时候依然扶持。天父上帝，不要撇弃你对我们的慈爱，让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些的难处，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不管是在顺境逆境，我们依然能够信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
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好，愿上帝来赐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祝福啊，请坐。